都最枵的咧。你有听说你抹红巴肚枵的声对？有啊，而且你有当时啊录音的，我有听到哦。你莫讲出来，我有个消掉，听众朋友拢无听到。听众朋友甲恁讲，我有当时录音录的啊，巴肚有够枵的，结果迄巴肚发出来声，竟然收会到呢。哎呀，够含的啊，比偌好咧。小大声哦！而且咱等下要邀请这个来宾讲的主题，可能会愈讲愈枵。真的，你确定咱两个无爱先来食这个物件咧？啊！伊毋知炸物件来无啦？对啦，中破塞呢，一定要早食的来啊。虽然讲即马就是已经过年过啊，但是我咧讲啊，元宵进前拢是咧过年啦，我就是要食大菜。大菜叫伊煮，啊伊等下炸过来。啊，先问者，伊等下无炸物件要安怎？甲好出去。啊，你敢使？我袂当安尼啦，叫伊后回甲阮请。好啊，咱等下伊若有来，咱就甲讲说说，啊若无就是伫咧节目面顶甲伊约束，安尼就袂当走去。对啦。好，啊，但是我嘛是要先去食着，但是我今仔嘛是要先去食一个物件呢。咱先说会甲伊食啦，先说对楼骹头面物件，头面物件。主管你无听到啊？哈，安尼就互咱继续听落去。大家好，这是公司大开拍嘅节目。你听伯伯，我伯伯，看里面多点。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的来事。那个观众朋友小朋友大家聊出来，咱来欢迎今仔一个出名人，欢迎。大家好，听这个声音，唔知大家知影是我无啦吼，我看标题就知影啦。是看标题哦，安尼无一寡神秘性的对啊。对，你那无配合阮就是爱，我就变走面，安尼会使无？会使啊。所以阮爸爸今年2024的新特色啊，伊就是拢要安尼讲。好，听众朋友，我毋知影大家知无？因为拄则阿明遮你就是 complain 这个地步对伊来讲哪是安尼？阮讲真侪人可能毋知影讲伊会晓煮食，伊就讲奇怪，你哪会来？你去讲一遍。奇怪，哪有观众朋友毋知阿明会晓煮食？拢是看新爱界是毋是？拢无看我的面册，詹伟明、曾伟明，会当讲华语啦吼，我的名曾伟明、詹伟明，面册拢我逐工铺啊。真诶，伊逐工咧铺伊煮啥？对啊，但是我感觉这无就是无意无事啦，伊逐工咧铺啊，咱一项拢无食着。嘿咩？干嘛呢？看得枵。我本就是讲你今日就是因为听众朋友甲恁讲，伊一改搁改，伊即个人有够歹约诶。时间偌歹巧咧，巧要一两个月就准拄煞，结果顶礼拜佮阮讲哦，歹势我烧声，我人无倒来。我想讲啊好啦，佮加互伊一个礼拜传一寡料理的时间，结果伊两手空空来呢。无啦，我有炸册啦，迄菜有迄个册内底有20项菜要送互恁啦，安尼有生意无？无，我是要用食诶。哎呀，你家去动手做，对，真正。你是要摆一道啊？嘿，要摆一道，咱就摆伫咧公司台语台。门卡口。门卡口啊，叫听众朋友来参加，观众朋友啊，阮两个无法度出现呢。你会当先硬一寡菜尾互？当然，无啦，恁毋是菜尾，恁拢是上这个澎湃的菜。哦，听到没？阮就是先食了才互恁食。食春的意思是毋是？恁食阮食过的脆软，恁得到赶快，大家好，阮是公司的。食到恁的脆软就对啊啦。好，安尼就直接来甲你问啊，请问讲你是对当时开始对这煮食有即个兴趣？兴趣哦，真正是讲阿明吼，即个过咸水的即个生活有2届，啊，第一届是去即个荷兰做留学生。即个交换学生啦吼，所以迄当阵因为即个钱较少嘛吼，所以你就要开始想空想法讲啊，开始要煮啥吼，家己煮。去外口食实在是伤上重的吼，落地也无几仙钱啦吼。啊，所以咧，这是第一项啊，但是另外一项就是少年咱的台湾味，所以会开始煮。啊，迄个时阵就是生活所逼啦，有影。所以迄个时阵开始煮食，迄大概是我差不多22岁的时阵。22岁的时阵了对。对，迄个时阵就是我读大学吼，条你讲延前1年去即个荷兰留学安尼。迄个时阵开始煮食，啊，迄个时阵吼，因为网络也是有真兴啦吼，迄当阵就对网络。来去看迄个阿基西出好菜啊，啊做一寡吼，这真正是这个会当做国民外交的物件吼。迄当阵我做过蚵仔煎，吼，外国学生食，因敢敢食？那唔敢食。蚵仔煎真臭趣。蚵仔煎哦，但是因遐蚵仔若是青的较歹买，你就是用迄个虾仁去甲代替安尼啦，所以变虾仁煎。飞机煎我会使啦。嘿，啊，迄就是变，你就讲哦，这是 Taiwanese pancake。吼 pancake， 因为迄个荷兰遐嘛是 pancake， 但是呢 pancake 是定做甜的吼，甜不迄种的。啊，但是咱的 oyster pancake， Taiwanese pancake
对因来讲，哇，真正是另外一味。尤其因爱食迄种甜甜的，你知影迄个酱无？迄个酱料拄好是因下因的味啦。你讲有调迄白色的迄个？白色的迄个阮遐是迄叫做海山酱。海山酱伊是有即个토마토酱，甜甜咸，甜甜咸咸，啊，佮掺一寡咸椒酱落去调的。所以有当时迄毋是白色的，袂落啊，有的所在是白色的，嘴软，安尼你当然食都爱嘴软安尼。安尼迄酱料敢是伫咧，就是好找着安尼酱料你当然爱去即个因遐即个花人超市啊，当然迄是较济中国人开的啦。但是迄当阵少年迄个味当然就是可能迄个所在尤其阮迄个所在迄个城市内底，伫咧荷兰的上南边，迄个城市内底敢若6个台湾人，大家拢真熟悉，大家就烧酒开始拜6礼拜烧酒煮食，就是对迄个时阵开始，你捧一项，我捧一项，一人出一菜，一人咱讲这是含台湾人的聚会嘛，头拄嘛讲着，含即个外国人的即个朋友，因为迄当阵住迄个宿舍是差不多一层楼16个人，一人住一间，迄个外口就灶骹，你就当家己煮。就人看到讲，遐有即个法国学生啦、意大利的学生啦，还是讲荷兰在地的学生，还有我一个台湾人尔。迄当阵因就讲，哇，这个台湾味不离啊趣味安尼。真香呢！你若真正是像咱台湾菜伫咧爆香的时阵，你若迄灶骹呢规间规站楼拢皮。迄个咱讲 siren 迄个警报器啦，你着咧迄个择时间啦，袂当互伊臭大去安尼。真诶会叫啊？无啦。我惊伊会叫，但是我的即个咱讲刀子的即个功夫，迄人阵开始练出来，所以一定袂臭大安尼啦。哇！拜托诶！我爱听啊，你讲这个拢袂听。因为咧，阮兜就出一个刀子师，阮阿叔伊正就是刀子师，伊伫咧龙潭遐就是较早练功夫的国中就去学师啊，练出来。自细我嘛介意看人办道啦，所以即个大菜我嘛是有。一两行练一个安尼就对啊。迄当阵拢无练，真正是去国外用看的，用看的，就是因真接煮嘛。所以我讲即阵传这个20项菜，其实有淡薄仔是少年细汉的时阵的这个味，尤其是除了阮阿叔这个刀子师已经过身去啊，但是上主要也是少年阮阿嬷。阿嬷的滋味，我望透过这本册，来献互伊啦。阿嬷嘛是共款已经过身去啊，但是。时不时啦，阿面也是失眠做面忙拢会。阿嬷来啊！阿嬷梦中的话对，阿嬷的话对出现。你在唱者阿嬷，你今嘛伫倒位？但是这条歌互我列做禁歌，因为我大概唱到尾啊，真正嘿，真正是。嗰一句应该袂考。冇，这等下你那个我都。这打开戏呢，阿妹。对啊，因为就是真正就是这个滋味，然后我内底嘛有写，就是讲除了。好，唔好讲伤济，你叫大家去家己去看。嘛是有影的吼，家己去买啦。想问讲，就是因为我看那面册啊，阮知影讲你有去考这料理的证照，想要请问讲这考试敢会真困难？对你来讲，对我来讲其实。做简单的豆丁年柑，无是豆丁年柑，这真正是爱开时间落去练。是，尤其是咱讲迄就是水花或者水花水花就是咱讲做边啊盘啊迄个装塔啦，装饰啊这个装塔你着切讲这个鸡仔年。小黄瓜，咱的听众朋友应该拢知影鸡仔年。你无安尼，你讲伤济华语，阮哪会去用倒数啊？袂啦，伊知影阿明也是做推广的这个教育的所以咱讲迄当阵咧切红菜头鸡仔年，你就切几人的，你就切唔对去，还是讲切都会死甲擦去都是练，无啥物撇步，都是练，因为伊就是考试的过程，就是练讲，你6项菜现场考嘛，但是你进前你要学72项菜，你要去上课。这个上课嘛，要感谢我的这个师就是这个咱嘛是公司第一代列名阿瑞因老爸因就是这个一级的这个老师所以我等于是互伊看教。你讲拄则来迄个的，拄则迄个，就是你若是，就是你若看新闻这个后壁拢会迄个记者，啥物人张瑞。综合报道。听到朋友，迄就是我恁讲，阮这来宾就歹请，伊来个四个阿瞎子，伊的朋友什么大家拢会来。阿斌，真哈你倒来台去台啦，所以。你安尼是毋是你家己爱检讨者？你真哈你倒来？我毋是真哈你啦，我就是一个月你也是真哈你啊，无要紧啊，袂付啊。无啦，应该是讲阿斌这个名气啊伫咧啦人知亲情知安尼啦所以就是有使安尼替你准备嘛毋是准备嘛是，就是去参加伊的
这个料理班安尼。所以嘛是开的对啊。伊是伫遐做老师啦，然后所以大家当去甲参考一下安尼。但是无法度拍者，因为敢若是老师尔，毋是开的。对，无法度拍者啦。但是这嘛是拍者，这件代志最要紧。无后摆阿明去考医级了，甲恁教嘛是当拍者啦。安尼吼，你到底是要做偌济代志，我就甲你问。我就甲你问，我嘛是要问我家己到时阵以后要来时阵，歹势拜，阮要来录音要等6个月。袂啦，这台语台一定也是摆这个 priority 吼。看阮黑白边的民主，就是摆较头前咧。当然咯，这是我这个咱讲册这个第一个通告呢。哇，这假安尼啊，还较顶咧。你到时阵莫去我看到别人比阮较早哦。嘛是公司台语台吼新闻吼，你先搞下，但是嘛是迄台台语台啦。你莫就是莫轻分哦，莫什么公布这部比阮较早呢，我会生气。歹势，我先甲恁。我先甲伊退掉，我讲公司台语台这个黑白边的吼，这个名人吼，我嘛是名人啊，所以爱来一下呢。对。好，我要问讲阿明，你家己有啥物独家的手路菜啊？食过人拢学了。独家的手路菜吼，太济了，太济了啦吼，因为真正去过阮兜的人有这个罗马的，还是廖淑贤。不爱听啊，不爱录啊。当时会有黑白边，黑白边摆做是后一趴。咱过年了啊，食春酒啊！真个假？有抽奖？抽奖？你是讲要互听众朋友来去阮兜食物件？是的。嘛写在差在互咱食过啊，准备奖品互咱的真好啊！你会使包20块啊，我嘛会做伊的啊。20块，美金会使无？好啊。好，咱这回开放吼，这听众朋友啦，黑白边这个见面会。袂使啦，我无要跟人见面。阮18、9岁，阮老母讲袂使黑白跟人出去食。对。无咱就这个若是有这一部破偌济，咱就互这个听众朋友来阿明因兜食物件呢。安尼哦。嘿。但是伊爱买10本册。等于是就是这大菜拢食有啊。以下开放听众朋友恁买10本册，当来阮遮报名讲，就是你会当去。你莫到时阵真正有朋友啊，你就种啊，我跟你讲。无要紧啊，若是真正伤济，咱就办伫咧迄个，我就去做一间餐厅来包场。无一间料理教室啊，你就煮互大家食。嘛是有影。恁就是无菜单的料理安尼。对。哇，无啦，菜单这20项菜单啦。所以你就讲1、2项甲阮写一个啦。是啦吼，咱讲这个物件吼，就是要结合。我主要吼也是上大愿望，就是除了怀念阿嬷吼，这个控吧、卤吧吼，内底拢无。因为这是后一本才有。但是咧有一个乌金卤肉饭。这卤肉饭咱讲，若是要煎卤肉饭，会当煎南北，会当煎天煎地。对。所以这个我就是甲咱讲，这个口味啊，有一个秘密武器，拢甲伊写伫内底吼。所以这个秘密武器咧，袂使讲，袂使讲的秘密，家己去买来看。但是我伫面册头顶有啦。有头写出来的对。有头这个第一支影片吼，大家片芳这个。所以意思就是讲，这本册有10项菜，啊，还有的20项菜，啊，还有做的影片哦。对，就是敢若这个你手机啊吼，这个 QR code 加这个扫一个，对，这个就看到阿明本人伫咧头顶啊。你甲迄煮食影片。对，短1分钟，但是你讲吼，这个短1分钟啊，翕足久的，阿弥陀佛咯。奇怪啊！你咧拍影片煮的迄项，咱拢无甲阮讲啊。我会记咱兜嘛带真紧呢。安尼吼，迄个可能香味无够安尼吼。对啊，阮阮就是山南甲山北，阮住伫共一粒山，伊住伫山的迄边，我住伫山的即边安尼啦。伤远啊啦！迄个搬山过呢，可能要开一段时间。好，所以就是变做讲，这20项嘛，算是你独家的手路菜就对啊。对，我头拄嘛有讲着吼，就是这个乌金卤肉饭吼，这嘛是要结合俗谚语啦吼。对。咱讲这个乌干底豆油，是上素上的，咱讲俗谚语。对。不是个咧，俗谚语咱会当安怎甲伊斗起来，和台语语言的部分，和食食同生活这部分来结合起来，这是我主要上大的意念伫咧。另外咧，我嘛甲这个客家族群的物件甲放入来，所以内底嘛有客家的这个元素，另外嘛有是我的另外一个，或者是原住民的元素，还有台湾手语。什么？你原住民的元素？你是原住民？我毋是原住民。但是因为我过去有另外一个节目叫做台湾话食四方哈，其实迄就是去甲这个部落也好啦，还是讲客家庄，还是讲甚至含台湾手语去出一项菜。所以你当初是会出这本册，想要介绍客家甲原住民的料理，就是因为讲你去做这个节目，有这个意念安尼，即想讲要甲伊合作伙。嘛是有影，然后就是讲，虽然咱讲即阵国家语言发展法有咧发展，不如个咧，
咱讲本土语言拢爱强好，毋是干那台语好尔吼。所以客家族群也好，也是即个咱讲原住民，也是讲台湾手语是，拢是算咱的这本土语言。所以咱透过台语大手甲苦话来，袂当讲，因为咱过去实在有较失礼的所在，就是讲啊，台语恁就是遐强势啦吼，恁台语就是人欺负啦吼，语言霸权，无，台语是一个非常包容的这个语言，所以我望就是阿明带头，大家做伙来做，就莫阁有过去迄种，咱讲啊，你是你，我是我，你强我都无强，你强我都弱，安尼这个想法，所以我甲这个上大的元素，就是要互族群语言强好。够感动的啦，爱考一个无？唔免考，是望搁较侪人来，因为这非常重要，就是讲，干那一个人做袂起来。而且无论是啥物人，咱大家拢爱食饭。有影，所以好食的物件就无分，像拄则阿明讲的，迄伫荷兰无分，就是伊的皮肤的色水，无分你是拄倒位来，无论你即摆你读啥物，恁就是一个物件芳味，大家靠我咧，大家做伙食。食饱就欢喜啦，白便欢喜啦。黑便上爱讲的白便无讲，你食饱无欢喜哦？欢喜，真欢喜。头拄有讲到你迄个台湾话食素红这个影片，因为迄个影片，所以当时开始想要家出咗一本食谱。是台湾话食素红迄当阵，真正是受到肯定啦，迄当阵入围金钟奖的单元节目奖啦吼。迄时阵。食食的这个部分因为迄个入围，大家可能料理的部分较无法当，因为是影片较当，但是迄个短广播无法度完全甲主食的物件放入去，所以我就讲哇，足可惜的，所以赶紧来出册。尤其这是宇宙第一本台语文写的册，这嘛是非常重要，因为咱讲过去食谱。华语看透透的啊，华语霸权啊！华语霸权，咱这会上骂啦吼。台语无霸权是华语有霸权，所以咱讲透过这本册，当做一个引传。当然这引传是一个重要坎。我望讲阿明毋是敢若出第一本吼。未来第二本、第三本，你拄则已经讲要第二本啊！已经开始咧写啊！对，你到底是要做偌济代志啊？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呢，咱台语的食谱，像阮老母咧煮物件的时候，我甲伊讲这要掺偌济，伊讲量基药啊掺一个尔，即个量基药啊，你的食谱内底要安怎写？是这我嘛甲这个编辑有小可讨论因为有当时咧阿明咧摘的时阵，就是真正是迄个量基药啊，凭感觉。有当时你个就是安尼就好啊。阮朋友就问讲，迄比例毋知影凊彩染者，我感觉但是有当时你就是小可染者，小可染一个，然后一概染伤济。有当时你甲写好势，但是你的迄个分量，有当时你家己执无好势，颠倒是一个困难。所以我当阵嘛和编辑讨论讲到底是要写甲拄啊好，还是讲咱讲真正要甲写做是量基药啊，还是讲小可散一个，安尼这个部分伊尾嘛是尊重我，因为讲。迄个主食的这个感觉，有当时真正你若是写死的，有当时有。有的人就是头壳较电空空啊，因迄个变就是照迄个比例伫咧做，想讲奇怪做出来才歹食。但是有当时是你迄个定数啦差不多我写好势，迄个差无介济啦但是有当时只分开散一个，还是讲分开加一个，掺水的时间迄当阵火准偌大，迄其实拢是有一款美加，这个册内底。拢写家己去看，家己看所以就是第一位的时阵，就是蹦出一个蹦出一个。是有人甲你建议，我会记你影片下骹，毋是有一寡人拢讲，就想要食，有人甲你讨食谱。甲我讨食谱有啊，迄个影片内底都有食谱啊，影片内底拢甲你写好势啊。意思就是我无看到食谱的时候，我看伫食饭我就关掉啊。因为我有当时是暗时这个深夜时段播出去。对啊，这烦的，看着切掉。伊讲这个时阵谱咁好势，你要互我变大颗心嘛呢？最妖的，早去食物件。无怪阿明愈来愈大颗。我毋敢讲。有啦这个离开这个新闻节目了后，肥7 kg 啦。无要紧啊，较好上啊，较好上。倒大鸡仔王，你即马仔王愈来愈大只呢。多谢啦多谢啦等下没有阿明用目睭抬倒出来啊。塞目波样。你拄仔讲着讲迄1分钟的料理影片啊，你讲翕足久，到底是翕偌久啊？你伫翕影片的过程当中，有发生啥物较趣味的代志，当甲阮分享？1分钟的这个影片，当然这个咱讲自实在的这个手札
因为咱个有头拄无讲到有妈祖的料理，妈祖的料理我是鱼仔料理当然这鱼仔料理恁去看，但是这鱼仔料理真正是过咸水爱坐回恁去挂你因为我买迄个鱼仔，你讲的妈祖是迄个是用拜的迄个还是就是爱坐回是地名迄个妈祖，坐回恁去还是坐船迄个妈祖迄个鱼仔咧其实有这个季节的这个咱讲限制啦，所以就是限定迄个时间才大出所以迄真正是介困难，所以自这个准备的时间你就开始想准备讲这项菜我还要等迄个时阵才会当出，是因为搁要写嘛，搁要翕嘛所以等的这个时间其实有搁有原住民的食材伫花莲叫这个塔 Q 饼这个甲你寄到位伊就爱去现版现版啥你家己去看现版的不是现版现满恁知迄个笑亏啦对现满奇怪我咧感觉讲咱拄则甲前已经开讲20分钟伊自头到尾咱册咧写啥物咱都毋知影哎呀有啦金螺肉饭有讲一点嘛咧阮到时阵迄铺文的时阵敢会当小可翕一两页甲伊囥起哩一页有够当生你即摆公开是倒一页阮甲伊就是即个金螺肉饭阮敢会囥另外一页无共款的会使为着咱公司台独家再独家阮的面嘛无细总是爱看一点阮的面煮安尼对啦就是鱼仔料理我最爱食鱼仔因为南投较早无外海所以要食到鱼仔毋是困难，但是食鱼仔是真珍贵的一件代志啦尤其是阿嬷食鱼我内底嘛有写要搁钓听众朋友咧搁要家己去看对迄影片中敢有发生啥物趣味的代志譬如讲就是迄等鱼的过程当中妈祖的飞行机就是熊的有天气的关系袂当飞船安怎有敢有即种的这个妈祖这个料理因为我进前嘛是去妈祖翕台湾话食素烘所以迄个妈祖的鱼迄当阵我是煮这个免鱼有鱼食免无鱼免食迄个概念迄当阵我拄着迄个易家就是易家毋是易家咧就是因遐的这个阿姊的这个意思大姊的意思我叫你讲阮的主持人欧阳家我想讲伊个跟欧阳家熟悉毋是阮台湾的是啦是啦对伊叫我一声学长对就是迄个易家迄当中我甲伊做伙台戏尾我请人迄个替我买迄是另外一个记者朋友伊拄去妈祖出差所以伊帮我注文去买鱼伊伫遐现台因为迄个北内爱清清的内底咧你阁袂当随空运伊爱冷冻1工以上因为迄血水袂当流出来你爱完全好势伊才会当送塔 Q 饼坐飞轮机回来安尼所以拄好伊咧抬戏的时阵伊就讲你要安怎抬我听迄个声音奇怪那向你抬倒那迄个声音就是迄个易家这冥冥之中就是甲煮好对就是迄个要顾咱的这个语言搁甲妈祖料理嘛甲囥入去迄个妈祖甲你顾你的妈祖料理妈祖甲我顾妈祖安尼所以这真正趣味呢咱头讲到就是迄个易家互我真大这个回忆另外就是讲到煮食的这个过程有当时毋是一概煮好势我嘛甲伊囥伫1分钟内有当时增加迄个笑亏感觉就是你袂看就讲这个煮食教学影片硬扁扁毋是伊是符合电影音这电影音其实咱都爱反过来思考讲为什么即阵咱讲 TikTok 最流行的咱即阵要用咱台语的电影音甲因反攻大陆这非常重要呢大陆迄是中国迄毋是大陆迄是中国反攻中国敢有倒一项菜就是一届拍无完成爱拍做一届好你刚才阿明的这个煮食的料理也真好势有一寡四角菜也是会当现场甲救倒来但是有当时头拄讲到迄个妈祖迄尾鱼有够大尾做迄航箱航出来时阵抽起毋是抽起一半无熟等一龟所以咧有色就好因为伤大只但是等一过去都歹看所以你甲食起来但是你就要甲洗下价这就是放一寡水水的物件起安尼煮食的这个魔术师煮食的大鸡西伊爱甲这个咱讲恐怖的物件变做真好看我毋信我无食着拢毋信无要紧恁这个看了后就要甲阿明煮面这30分钟这部咱就是拢无信过来就是头拄有讲到准备要出第2本册那呢目前这个进度是到倒位咧目前我
网共款是运用即款这个模式安怎讲这个模式咧共款是咱即阵台语的比例较悬。我网甲客家还是讲原住民的这个比例有较悬，但是也是用台语文来写。这个咱讲手语的部分嘛，当去做定型，因为手语即回敢若做一届。手语咧其实嘛结合环保的这个意识，咱讲莫食沙鱼啦，莫食另外咱讲鱼翅等等的，即款物件，所以我用另外一项物件去甲代替安尼。塑胶用一个塑胶，用一个塑胶，不是塑胶啦，迄嘛是真贵的这个物件，但是伫咧大潮店会当买着的安尼。迄啥物物件，赶快去看册安尼。安尼嘛是赶快20出菜，20出菜，嘿，20项料理哈，因为讲即个20项，其实伊要去吸收也好，还是讲迄个是上拄啊好诶，嘿，因为有影片的这部分嘛，你要甲然后吸收。这个第2本比例诶，这个调整，第3本我想要做囡仔人的主角，已经到第3本去啊，我做一个系列的这个规划啊。咱讲这个，咱讲爱食大人的市场，尤其咱即阵上望就是咱的囡仔人会当台语生活化这个部分，无你学校教对啦，逐工学校有的老师若无认真的就是甲你伫遐唱歌。有的无上就甲你上其他的课，但是透过这个料理，帮我写这个推荐的这个王秀荣老师，伊嘛有讲，这个台语的这个册食谱册、食食的这个册，其实会当放伫咧生活，还是讲教学内底。阿明这本册拍入去校园安尼，所以就是咱讲同生活的就是食嘛，食甲这个俗谚语，你凊彩现几千句的台语的俗谚语拢有，客家嘛足济。而且就是伊伫咧食谱内底，伊会加工一寡量词，一尾鱼，一支葱啊，一条咸姜啊，上重要是动词。对，为什么动词咧？因为咱讲煮食，你敢若要杀来条胎，留一个还是讲头拄我一直讲的散一个，到底是要散偌济？散偌济量，还是掺偌济？还是讲你咧煮食，咱讲鹅什么物件？鹅汤糕。还是什么物件？还有煨一个，对吼，还有客语的动词不是讲台语尔，所以因为过去咱嘛有知影有迄个台客，咱讲这2大这个主家的这个动词的册已经出现，恁之前应该有访问过啦吼。阿明之前伫咧另外一个节目嘛有访问过，但是迄个部分伊是去做田野的调查。但是阿明是自家己的生活经验，含讲我拄到的物件，含我少年的这个料理来去出发啦。你讲有迄销量的压力？销量压力讲无是骗人的啦，但是讲有就是爱真要伊讲，因为咱这本册会当带动偌济，就是讲其实伊毋是干那销量啦，伊讲咱这本册其实我嘛毋是讲这阿明就是一直独家出这个食谱料理。你买当家己做你家己的食谱料理，你买当用台语文写、客语文写，咱望讲把这个口做回来，混合看，这是我上大望，咱做一个带头嘛，就是一个带领出迄个，就是大家迄个风气做回来做安尼，客语跟来拍拼。有影，因为咱讲语言真正咱要讲即阵的资源嘛侪啊，要投入的这个经验嘛侪，咱讲。这是文化部真要义这嘛感谢文化部，有赞助出版嘛，赞助出版就是我去申请一个本土语言优先的这个计划，是伊真感谢文化部，感谢咱的牛式的这个，互咱大地啊，也算会当当这20项菜啦其实开足济，因为咱请真专业的这个画师，来去画每一项菜，因为我要含这个册含影片去做区别，册这个部分，咱讲这个红啊，会当互伊较水的。但是你要看阿明本人，就看影片。确定了，要看你本人。拜托嘛是看他煮啊。我是看你的手就好啊，我刚一定看到你。上常拢是看阿明本人，有人写迄个册讲阿明，毋知影阿明这个台语文写介好势。阮就是较适合来这个使咧笑，其他来宾就毋敢。对啊，迄来宾就甲你讲。伊还未食到伊的菜进前，伊讲啥我拢用笑的，拢骗人的啦。拢骗人的啦。但是你真正若是讲，要去做一个区别，这是真好的一个，咱讲市场的这个分野啦吼。过去若是讲出版社嘛有建议讲，真正去扫迄个 QR code 有去看的人。差不多2成啦吼，我会当挂保证，阿明一定过5成。
有买册吼，若是销量一刷吼是1000本，2刷2000本，啊，若是一刷我就5万是有500个人来看，500个人看，所以当然伊有20项菜嘛，伊会当愈来愈济，吼，对，咱会当5万讲，咱要影片虽然伊锁掉的，无买册看无，啊，但是有公开一个啊吼，啊，迄个。咱讲迄个数字看起来是真正袂歹，超过1万外人，哇，2-3万啊啦，咱输啊，你是毋是有买广告？买广告无呢？爱确定哦。哎呀，有人讲就是20项伤少咧，20项伤少就是后面的一本啊出。所以你那其他啊卡碗啦吼，卡碗的意思就是讲，咱后面搁出好料理啊。我卡碗是讲我要食饭啦，食饭吼，咱真正爱开一个见面会吼，啊，真正有一个见面会哦。第3月20日，我和顺聪伫咧家己面向，吼，草艺术节，吼，阮两个要伫遐。你即摆已经就是无种的工商啊，是毋？无啦，工商的时阵，你就甲好无紧，你正开始伫。无啦，这毋是工商，这是我和顺聪的一个约束安尼啊。嘿，所以顺聪嘛是真帮助大家。顺聪老师，你这个 big fan， 你看你人无来，你有人甲你 Q 掉啊？你有听到？啊，我其他节目有互 Q 掉无？我唔敢讲啦，啊，这段加掉。我拢藏伫心内，甲你笑脸啦。哇，你那边时间呢？那边来接来安尼。对。尴尬了。袂啦，无要紧啦。你加入去。你讲3月24。3月24吼，迄是我即阵的。24还是27？3月24吼，拄好是即个白沙屯妈祖要回銮的日子，所以阿明呢，大家要回銮。所以阿明去即个家己面向了后，随要对。这个毋是大卡嘛？你讲妈祖不见啊？无，阮两个妈祖拢会去。白沙屯先吼，白沙屯我会对回銮，因为迄个跋杯已经跋出来嘛。是，日子跟出来啊。嘿，我伫遐分享，个煮食互大家食了啊。出差啊啦，行啦，出差啊。我会随对白沙屯行，即个一工一暝，登去甲即个苗栗来去回銮安尼。咱是毋爱出差啊？咱已经讲2年，讲要去对妈祖啊，无论是大家嘛。对大家嘛好啦，白沙屯伤忝，我嘛没感觉。我先甲你哭者，哭者。不是呢，我没出差。妈祖啊，好比有咱两个黑白边安尼哦。主管啊，大细心听到无？我每个妈祖去出差咯。对妈祖千万袂当大细心。我嘛挂一个 QR code，大家。咱是免挂面具啊，咱大家得看到阮两个。我大概毋知阮是主持人。啊，是恁都迄个啊。你都你讲哄的对啊，7爷8啊，伊是白，伊较悬，迄个红啊，迄个红啊，就互恁哦，多谢你哦。啊，佮有其他啥物要工商的无？其他要工商，主要也是咱讲的强好啦吼。强好对，因为咱讲拍册这本册，这个规集拢咧拍册，上大意念也是搁较侪人好好啊来做伙。爱咱的代志，互咱的所有其他的族群吼，的语言咱强好安尼。就是台湾的语言，做伙强好。有影，这是我上大的信念吼。这工商服务嘛是有影爱互大家知影安尼。你真正无爱讲你的册当时要出版安尼？我的册安尼好结束啊，惊收单。2月年后吼，过年了，咱讲做国际册展，就是要国际册展。直接就去国际册展内底，嘿，叫你。International 呀，建威哈出版社帮我出来，这个阿明咖喱煮，就爱这边阿明咖喱煮哈，宇宙头一本台语文食谱啦，就是哇，全的这个册名，拢一概互大家听到安尼。哎呀，所以你会当吼透过吼各大，咱讲伫咧 Booklight。也是这个成品，对，生意也是成品，拢会使啦。反正就是迄个 elite， elite。基本上变成英语教学这部，你嘛知阿明这个语言就是得意，啊，所以拢会当伫遐买着，也是讲你要去现场。吼，甲阿明支持嘛是会使。所以3月24迄天现场刚好都买着册。会使，我会传100本签名呢。迄讲，你网络面顶买敢有签名？当然嘛有啊，因为我是
你已经伫出版社签到手要断去啊？应该是讲还未上市，我已经签200本啊。哦，已经有人注文200本啊，搁要感谢一个好朋友，伊一届买50本。哇哦！伊这50本，伊会当食一道。你不要讲10本一道啊，10本会使食一届。食一届啦，毋是一道啦。食一届啦，一道啦，一道外，这大家道啦。就是讲真正有足侪好朋友拢一本开始拢是甲阿明上大的支持。有的人真正是10本要关到学校，望伊是比较校园内底。迄个50本真正是。我过去介意台语啦吼，伊就是用行动来支持阿明安尼。你要甲这个人念出来吼？免，伊听会到，伊听会到，伊肯定有听哦，伊听会到。这位朋友多谢啦，多谢。到时阵食饭的时阵，阮才找你来。所有的好朋友有支持吼，因为即阵还未上市，就已经200本啊，销搁较济咧。还未上市是要去倒位买，去找你买吼？就是我有一个 Google 这个 Excel 内底伊会当去单安尼就对啊，所以去你的面册就会当看到安尼。对。好啦，去看张伟民的面册啊，咱就讲到这啊，无啥物通讲啊，注文啊，因为无啥物通讲啊，咱就是无讲到册内底。有啦，迄个吼，这个面册以外吼，这个 IG 嘛会使，还是讲这个咱讲吹。Threads， 吹，咱讲即阵台语会当甲迄个新兴，爱吹一个阿明一个啦吼，因为阿明吼伫咧即个大众媒体消息一段时间去啊，但是阿明佫有新的广播节目吼，来让好好来支持吼，这是伫咧中央广播电台吼野球访问节目，这是嘛是用咱的新的用咱的台语和这个其他的族群语言，因为咱知影拍野球足侪原住民，还有客家的真好的这个选手的内底，尤其因拢会当是台湾之光，因真紧伫咧高中这个阶段，尤其我是关心基层的3级棒球，因有一个手就去有这个球坛，就签去到国外去啊，这嘛是咱台语。也是讲会当去关怀一个方向安尼，所以阿明自遮开始共款，要搁靠较侪人来好法做，咱毋能干那食信尔，咱甲运动，伊当靠一个人诶，这就是野球，手臂范围较宽，无论是要拄倒一箍，拢要甲箍来。嘿啊，这音乐嘛要食诶嘛要箍，听诶嘛要箍，耍诶嘛要箍，拢去互伊箍去啊。无啦，就是做伙来箍安尼，大家做伙来。有影。安尼今日真欢喜邀请到阿明倒来即个后头厝啦，会使啦吼，会使讲是后头厝。安尼我就是恁老母。过年咧包我。我过年真正有包互你呢。毋通讲出来，袂使讲的秘密。所以你搁唱一句啊？阮会使唱15秒。会使唱15秒，安尼恁点歌啊？其实吼，无歌通唱。其实这个有一条歌，时间要到，你紧唱。无，其实这个有一条歌，但是这是秘密，咱和这个金曲的歌王做伙合作的，未来会推出咱的 EP， 敬请期待。阿明要做歌手啊！这张做 headline 啊，这张做标题。到时阵再讲啦。主角搁唱歌。哪煮哪唱，以后要变做哪主角的歌手。会使呢。感谢这个黑白边，佮甲我想出一个出道啊。好，安尼真欢喜邀请到你转来，希望讲后一届转来阵就是歌手的身份。歌手，你到底是要来阮遮趁偌济钱？无啦，这个我嘛是好我请恁食好料啦。我嘛会当捐这个5本册送互咱的听众朋友。要安怎抽奖咧？要安怎抽奖当然嘛是爱分享啊。对，分享咱这个节目嘛吼，嘛爱去甲阿明用行动的这个支持。甲你饲一个赞安尼。嘿啊，饲一个赞啊，是你去买1本，我就送你2本安尼。很了钱呢。好，咱到时阵讨论一下要安怎抽奖。对啊。好，节目就差不多啊，嘛要赶紧放伊回去啊，哈。好，那呢今仔日，你创啥？你连收尾拢要升级出了。那呢，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感谢大家收听，后礼拜请继续收听。出名人，请叫门来请门，多谢大家努力。你若是真正共一人来3个，我嘛是不爱招你来。迄是恁甲我招的啊，但是恁的这个频道哪来哪歹上啊？这人就济，这人抢要来，我来讲。感谢恁甲我摆入去。这啊，
姊啊，姊啊，你是咧想啥货？想这样，想这我加去 NG。这不是 NG， 这是正片哦。Yeah 这是 NG。后礼拜请继续收听，出名人，请救门，请救门，来请门，个一个出名不，